着忘掉了空洞派，總記得他武功奇怪，成全道家武當姿態，他舉世滔滔以信譽滿街。雲南上有點蒼一派，為了月揮手即可解。峨眉為主川西一帶，傳聞是有女性做老大，而怎麼偏偏竟說留了清城，門楣雖窄都應該尊敬。原來為之舉足輕重，源流極遠有先師背景。而這天怎麼都算留了清城，人們只覺這派別冷清，功夫卓絕瀟灑有型，只不過世俗裏邊有誰證？重陽獨創鼓舞派，輕功了得劍招極快，練拳習劍天生一派，揮掌中新飄教雪域瓦解。若談論到西域宗派，專修氣功有昆崙派，在華樂那顯赫宗派，為何劃了劍氣做兩派？而怎麼偏偏竟算留了清城，門楣雖窄都應該尊敬。原來為之舉足輕重，源流極遠有先師背景。而這天怎麼都算留了清城，人們只覺這派別冷清，功夫卓絕瀟灑有型，只不過世俗裏邊有誰證？塵世間知否一派豪作清城，無論煙雨遮掩似獻影，情難自禁舉劍莫停，憑欄極跳似大仙飛升，從陰中凄風蕭殺掠過清城，橫來一劍愛護難割清，收不了道寫不了情，深山裏透着劍影有誰證？